拍咗1年嘅視頻，我宣布呢個係我今年最中意嘅海景大平層——珠海香洲情侶路上蓋啊！遠眺港珠澳大橋，呢度就係無邊際嘅海景，遠處就係香港，仲有深圳。感受下室內嘅空間先。哇塞！咁靚仔嘅客廳，睇出去咁靚嘅海景，亦並且200萬總價，獨門獨戶，出面有5個平方米嘅入戶花園。中央空調、廚房4件套贈送俾你嘅，呢邊咧就係客房，仲有兒童房啦。間房都係景觀窗睇海景，5分鐘去到香洲嘅主城區。你睇咁靚嘅純南向睇海景，你喺邊度揾啊？20分鐘嘅生活圈涵蓋咗華發商都、環宇城，仲有富華里噶啦。25分鐘可以翻過拱北口岸、港珠澳大橋，首付30萬可以住咁靚嘅屋，你喺邊度揾啊？我自己都想買翻套。